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出品的紀錄片《一出世紀》，是記錄一個台仔家族三代人守護雪霸國家公園的故事。這支片已經摕到3個國際影展的大獎了。雪管處在今仔日也舉辦音樂會，結合着紀錄片，也有原住民的古調金唱，用影像和音樂來呈現着山林的人文風景。導演希望透過紀錄片，讓世界看到台灣山林的水，和原住民尊重自然的智慧，也有心意。吟唱這首泰雅族古調，向祖先致意的，伊是佇雪霸國家公園服務23年的巡山員泰雅族的金安良。這支紀錄片是記錄伊的家族3代守護台灣山林的故事。第一代是我爸爸，第二代是我，希望是我，第3代是我的那個小孩子，傳下去我們的原住民的文化。用餘生的力量做一件對的事情，讓我們人跟山林之間的融合跟連結可以更加的強大，讓我們可以把這好的未來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，這才是我們今天踏在這塊土地上應有的責任。導演希望透過影片，讓世界看到台灣山林的水，也會當甲原住民尊重大自然的心意，和因甲山林共存的智慧繼續傳承落去。這支紀錄片也已經摕到3個國際影展的大獎。開3年時間來錄影哈，然後已經完成啊！不止感謝泰雅族的朋友對我們國家公園的工作的奉獻跟肯定，同時也要感謝把這樣的一個成果，讓社會大眾知道之後，讓社會大眾對我們泰雅的文化有進一步的更加認識。雪霸國家公園成立34週年，雪管處拜5舉辦山林音樂會、甲影片成果的發表會，結合紀錄片甲原住民古調的吟唱，用影像甲音樂呈現山林的人文風景。雪管處講，未來佇遊客中心也會放這個紀錄片，讓更較儕人看到。記者郭玉琪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